入到一間屋，見到咧滿地都係花生殼，污糟衫褲咧亂咁劈，臭物咧擺喺個茶几上。咁用句廣府話去形容咧，就係七國咁亂。咁點解話成係七國咁亂咧？咁就要知道啲歷史啦。咁舊時啲廣府人啊，雖然唔係個個都讀過書，但係咧人人尊重文化，聽下啲歷史古仔啊，都有鋪人。咁睇戲咧，就冇我哋而家呢啲咁嘅亂晒龍嘅戲說，多少咧都有啲歷史真相。比如睇六國大封相啊嗱，咁睇咗就可以知道，戰國時代啊有一個蘇秦做咗六國嘅中藥長，配住六國嘅相印。咁睇完咧，如果你仲想知多啲，咁你再問下人就知道啊。六國指嘅係乜嘢？就係齊楚燕趙魏韓呢六國。咁佢哋咧成日俾秦國蝦嘅，個個都唔抵得，所以就結盟合縱。七國咁亂，第一就亂在打仗。咁其次咧，七國之中啊，秦國嘅政治就好啲，社會秩序就唔亂。而嗰邊嗰六國啊，內政就好失敗嘅。比如趙國嘅首都邯鄲，齊國嘅首都臨淄。商業經濟就夠晒發達啦，但係咧官員腐敗，黑社會橫行。你想話買兇殺人啊？喺嗰度咧，只要你肯出錢，分分鐘有人同你搞掂。咁齊趙之外咧，其他四國啊都係大同小異嘅啫。喺咁嘅情勢下邊啊，教育嘅自然冇人理啦。咁於是人口素質、道德水準都嚴重下滑，人人都係自己顧住自己揾錢，連古老相傳嘅守望相助嘅風氣啊都淡薄晒。嗱，戰國時代咁樣外有戰亂啊，內有政亂嘅嗰種情景啊，你話係唔係只有一個亂字了得啊？咁可能有人問啦，合縱之後情況會唔會係改善啲咧？咁我就要講啦，合縱啊即係合作，合作就一定要大家真誠咁先至能夠成功嘅。但係啊，六國嘅合縱咧，各個國家都只係想自己就負擔少啲，得益就多啲，同床異夢啊，咁就做鬼都做唔靚啦。蘇秦嗰個六國相印啊，到第二年啫，就同我用嚟擲紙嗰塊石頭冇乜區別咯。咁我細時咧係經常聽到啲大人講七國咁亂嘅，咁而家推想起嚟咧，我判斷啊，比我早一輩嘅廣府人喺民國初年啊，係對七國咁亂咧體會得特別深刻嘅。下邊呢，我就輕輕咁列舉一下民國初年廣府地區嗰種亂俾大家聽下啦。嗱，1912年廣府地區咧就係聽孫中山嘅。1913年咧，軍閥龍濟光咧就趕走咗孫中山。1916年，李烈鈞、陸榮廷就將龍濟光就趕咗去海南。1918年，龍濟光咧又打翻過嚟，打咗幾個月，輸到貼地啦，先至唔再打。1920年，陸榮廷喺廣州咧就賣鴉片、開賭館，搞到烏煙瘴氣。孫中山就指揮陳炯明啊打走咗陸榮廷。1922年，陳炯明啊唔中意孫中山北伐，炮轟總統府。咁部分嘅北伐軍啊就要調翻轉頭同陳炯明開仗，將佢打翻到去東江匿埋。1923年呢，有份打敗陳炯明嘅沈鴻英啊，亦係個包煙包賭嘅爛仔頭。擁護孫中山嘅軍隊啊，喺肇慶同梧州同佢打咗兩場大仗，然後先至將佢搞掂。但係咧，顧得頭嚟腳又反筋，陳炯明嘅餘黨咧又一直打到廣州郊區嘅瘦狗嶺。咁孫中山呢，
要去到河南省調兵翻嚟，然後先至能夠解決問題。1924年咧，廣州市又發生咗商權之亂。咁你計一計數啊！1912到1924 12-13年之間，參加打仗嘅比較大嘅勢力就有孫中山、陳炯明、李烈鈞、龍濟光、陸榮廷、沈鴻英，商團計埋7個。咁我父母嘅兒童時代80-90年前嘅廣府人啊，就係喺咁樣嘅7國咁亂之中過日子㗎啦。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啦，下一期我哋會講下雅言獅子，記住準時收睇啊！跟住落嚟播映嘅係劇集《